在桃园的那个火车站那边跟那些太牢一起放鞭炮这样，好酷哦。然后很惨，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是我第一个冬天，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冬天，所以超级冷，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受不了。是心冷还是身体冷？都有，就那公司很大方的，他新年加班费是8倍耶，我没听过8倍的，那时候这是为什么我连年都不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年味黄明志，在这里要恭祝大家鼠年呢数钱数到手软，因为之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是打工嘛，然后钱也没有赚很多这样，然后那时候又舍不得买机票回去马来西亚，因为我们过年也是要返乡啊，一样，只是那一年第一年的时候就没钱买机票，也不是没钱，就舍不得花了。然后只好在桃园过年，我在桃园念书嘛，在桃园的那个火车站那边跟那些太牢一起放鞭炮这样，好酷哦。然后很惨，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是我第一个冬天，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冬天，所以超级冷，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受不了。是心冷还是身体冷？都有，对我很孤单很心冷，然后连吃东西都没有人卖，你知道大家休息嘛，很难找到吃的，然后就跟那外劳在一起这样，就看到他们好像看到我自己一样。那你有买一些，比如小火锅类的回家？没有嘞，那时候没什么钱，我也舍不得买这些东西。其实那时候蛮吝啬的。你说对自己比较吝啬？对自己很吝啬，对，就顶多是吃泡面了。过年也是一样吃泡面的。我在台湾过2次年了，对，然后都蛮吝啬的。你说第2年也还是一样这样？那个是没有，就隔了2年，后来又再一次在台湾过年的。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要打大夜班，然后过年没人要上班嘛，然后老板就要求我们留下来，然后给我们多几倍薪水，这样听起来很爽，我就没有回去了。然后就为了赚那个钱，对赚那个新年加班费，就那公司很大方的，他新年加班费是8倍耶，我没听过8倍的，那时候这是为什么我连年都不过。然后就留下来，然后就一天到晚就是在那边工作这样，对，而且最好玩是因为过年嘛，主管都不在，所以那个根本就是猴子当大王，你知道，老虎不在山。这是把公司给拆了吗？对，在那边你要干嘛就干嘛，只要有人在那边，老板就开心了嘛，我们就在那边了，就乖乖就是爽赚了8倍的钱。可是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是乞丐文化，就是很多人会充当乞丐，有些是平时没有出来当乞丐，对，可是就在庙门口坐整排，就整排要几十。过年的时候才出来。过年才出来，有些是本来就乞丐，然后有些是过年才出来，就流浪汉了。然后可是就是他就在那边摆一个碗，然后叫你给他钱嘛。对。那很多人会给，因为会带来好运这样。这是一个习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可是我们去我们都会给，这样。就是都会给。都会给。所以他们应该是也是算是年终奖金，乞丐的年终奖金。